湾的砖头、椅子，拢会伫东西南北中5个方位来去细细间仔的庙啊，他来保护全民，这就叫做五赢。有一群少年人到婚姻的轮陪举办闯关的活动，要互更较侪人知影这种珍贵的宗教文化。 成功过关，大家欢喜同齐翕相，为着乡亲了解什么是五行，即天伫咧龙北乡举办一场亲子活动，希望透过广告、绘图、游戏，将这个传统宗教文化流传到去。有，就是一个村庄里面有5个营，就是去保护各个村庄。 特别的是，这个活动是由一群要到日本参加当地创新活动的少年仔举办的。因希望透过家己的专业，将这珍贵的传统宗教文化，互更加侪人知晓。这5个营，那它象征的意涵呢，就是说我们这个村庄或者我们这个庙宇呢，为一个核心，它会保护我们村庄的安宁。相信透过这个活动，能互乡亲熟悉什么是五行，也更加了解这片土地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